5月22號世界大事睇真啲，我多謝蔡牧師一直追我，拖咗2個禮拜。世界大事睇真啲，今日咧講到論新舊教宗喺人類歷史當中咧，嗰個角色咧係非常複雜嘅，佢唔單止係宗教嘅角色咁簡單嘅。我哋睇一睇天主教嘅歷史先嗬，大公教會又直譯咧，可係普世教會，所以咧佢應該有普世嘅價值觀念。咁啊，羅馬佢對各個宗教咧好有包容性啊，所以咧佢初期咧係接受基督教傳教嘅，但係發展得太快啦，搞到佢覺得社會政治唔穩定，威脅到佢個皇權咧，就導致大迫害。咁啊，10個羅馬教皇咧就迫害基督徒咧係十分嚴重嘅，加上政府越嚟越腐敗啦，同埋戰亂啦，人民嘅生活咧就越嚟越苦，咁所以需要信仰嘅依賴咧好大。到咗公元313年咧，康斯坦丁王信主之後咧，將天主教定為國教，咁啊大量嘅信徒湧入教會之後咧，就變成與政府平衡嘅一個權力，所以信仰嘅凝聚力咧，剛好係人心潰散嘅當時羅馬帝國最需要嘅。公元452年咧，Nero一世咧就成功勸退嚟入侵羅馬城嘅匈奴王阿提拉，勸佢撤軍。竟然咧聽佢講啊，咁啊去到公元455年咧，又出面咧勸退汪達爾人，放過耶路撒冷城嘅百姓啦。咁所以咧佢哋嘅名聲就越嚟越高啊！羅馬從上到下當時嘅墮落咧，好彩教會存在，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，先至唔使國家社會崩潰成為人間地獄。去到中世紀嘅時候咧，公元476年啦，羅馬位於日耳曼民族啊，所以歐洲北部嘅群眾咧，曾經係被稱為歐洲嘅 Barbarian 野蠻民族。西羅馬崩潰，東羅馬還喺度，咁所以咧教會組織咧亦都因此獨立咗出去，所以後來就稱為東正教咯。所以教會同政治你話冇關係，絕對有關係啊！咁啊，野蠻民族點樣統治曾經嘅文明羅馬帝國呢？於是法蘭克酋長咧就睇中教皇嘅權力，大家一拍即合。咁啊，酋長咧就講我叛依天主教，所以主動咧就保護教會去抵擋 Muslim 嘅入侵。教皇咧就賜予法蘭克酋長咧統治嘅合法性，咁啊就係win-win 啦，大家都贏啦。所以公元800年咧，Nero 3世就加冕酋長查理斯曼正式成為羅馬王，從此政教合體嘅宗教黑暗期咧開始啦。軍權亦都不及教權啊，當時所以教皇一聲下令要除佢嘅會籍咧，佢就會眾叛親離。所以宗教喺主導歐洲嘅社會咧，叫呢啲 barbarian 咧成為咗羅馬嘅文明人。中世紀嘅後期咧，亦都係中世紀一個文藝凋零嘅時候，所以教會過度控制壟斷知識同埋知識嘅解釋權嘅時候，連聖經嘅解釋咧都由教會去控制住，所以迫害信徒啦、刑罰殺害好多異端啦，甚至科學家啦，加速中世紀教會嘅腐敗。除咗上帝之外咧，幾乎係冇人可以克制或者壓制教會嘅特權。所以上次教皇下次修士咧就利用信仰謀私咯，連贖罪券咧都明碼實價出售啊！如果喺而家咧，唔知有冇批發價或者分銷商。神職人員嘅私生子滿天飛，連教皇恩諾森8世嘅私生子身份咧都係公開嘅。所以文藝復興同埋宗教改革咧就出現啦。咁1517年嘅時候咧，馬丁路德咧就改革成功，所以創立咗新教，又叫改革宗啦。好啦，嚟到現代嘅天主教，歐洲就越嚟越離開天主教嘅思維。所以1804年咧，拿破崙直接從教皇手裏面搶咗個冠冕過嚟，自己加冕，將教皇嘅國度咧拼入法國嘅版圖。近代歷史發展得太快啦，新事物、新思想好快。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，再到商業社會，再到今日嘅科技社會，網絡 AI 量子打開咗一個未來超科技嘅社會。唔單止保守嘅教會受唔住啊，連一般人都無所適從。
乜嘢主義政體、乜嘢名人或者係惡棍咧，一轉眼咧可以轉變身份嘅。喺現代社會裏邊，男不男女不女，你無法知道嘅。歷史嘅快車越開越快，當代嘅價值咧不值一提，我嘅價值又不值一文，所以咧嗰啲不法嘅事就增多。按聖經講啊，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，騙子橫行。唔少嘅假基督、假先知就出嚟。好啦，翻嚟睇今日嘅天主教教宗嘅選舉咧，有啲似選諾貝爾獎嗰啲，或者荷里活嘅大明星，或者美國總統大選咁樣，好戲劇性、娛樂性嚇。天主教咧，佢仍然能夠代表今日嘅普世觀嗎？所以咧，1962年咧，教宗若望23世就召開咗梵蒂岡第2屆大公會議，要進行內部改革，目的係要跟上社會，想繼續代表普世價值，唔能夠自我封閉。所以基督教嘅教會都要學，必須認識不同國家社會所面臨嘅問題、困境同埋佢哋嘅期待。咁啊，點樣用宗教嘅力量去促進解決問題咧？貧困嘅問題啦、人權問題啦、種族歧視問題啦、專制體系問題啦，翻嚟嚇，即係今日嘅重點啦。2025年4月21號呢一日咧係聖年聖週聖日，教宗聖方濟突然離世。咁有人就話呢個係精心安排嘅離世日期嗎？係蓄意嘅，所以佢話7個鐘頭前佢仲喺度見美國副總統。美國副總統睇佢仲話好精神喎，你身體好好喎。7個鐘頭之後就宣布死亡。聖方濟咧係比歷代教皇都開放，佢支持宇宙大爆炸嘅理論啦，支持進化論啦，支持同性婚姻啦，支持民主運動啦。天主教已經喺神學上面咧徹底打破教條主義嘅禁錮。我都跌咗眼鏡，我以為佢哋好難選出嚟，因為最長一次係2年幾都選唔到個教皇嘛，係咁日日投票。投咗成2年幾，接近3年。今次咧，我以為都有排投嘅，誰不知咧一眨眼就投咗出嚟啦嚇！即係天主教嘅預言裏邊咧，馬拉奇嘅預言咧就講佢話112位教宗啊嘛，咁佢話呢個教宗就最後一位噶啦，所以我以為佢哋選唔出，結果好快選出嚟。咁啊，但係有啲人咧就喺度問，佢話聖方濟後來嗰啲時間好似變咗一個人。如果你睇翻一啲即係佢出訪嘅時候，啲人拉佢嘅手咧，去拍人哋隻手啊，鬧人哋啊，即係以前聖方濟好似唔係咁嘅喎，點解好似佢尾後變咗一個人咧？佢係咪真嘅教皇咧？唔知喎。總統都有變身啦、代嘅啦、假嘅總統出訪啦，教皇會唔會有咧？可能㗎，即係好有可能嘅。咁啊，陰謀論者咧就話教宗根本未死嚇，佢係隱身為末日做準備。OK。計劃重建新社會秩序。聖方濟嘅死亡日期係刻意安排嘅，7小時前仲喺度公開場合演講啦，接見美國副總統啦。范斯見到佢都話佢身體越嚟越健康，因為佢之前有 double pneumonia 啊嘛，即係2個肺都肺炎啊，好危險嘅。但係竟然又過咗啦，咁所以從佢眼裏邊睇，教宗咧應該好健康喎，點解突然間死亡咧？咁被宣布死亡嘅教皇咧，被選咗之後咧，其實喺歷史裏邊咧，1978年10月16號咧，選咗當時波蘭籍嘅58歲樞機主教做教皇，之後咧33日就死咗啦。若望保祿1世，點解咧？佢哋話咧，佢試圖揭露一啲禁忌，仲話係自然死亡喎，所以梵蒂岡就話佢心臟病。OK， 咁但係消息人士當時咧就話當時冇驗屍㗎。所以短短幾個小時就迅速清理咗個屍體，係咪心臟病冇人知啊？OK， 今次選舉咧有一啲現實，有人可能忽略嘅。天主教嘅赤字不斷擴大，信徒不斷流失。呢雙重壓力底下咧，你知唔知選一個新教宗咧？佢有一個使命係要能夠平衡財務，而且好強嘅募捐能力。入去投票之前咧，發生一件好離奇嘅事啊！就係 Donald Trump 着住教皇白色嘅一張 AI 嘅相咧，就 post 咗出嚟。咁有人話佢傻啦，OK， 有人話佢精神病，唔好亂噏啊！嗰一下咧有目的㗎。
點解呢？因為咧，連官方美國官方都借 post 佢呢一個喺官方嘅網站，即係話咧，呢個唔係佢個人精神病出現嘅，係有官方目的嘅。佢冇注解嘅一張教皇照片，佢唔係俾我哋睇嘅，佢係俾嗰百幾個紅衣主教睇嘅，係提佢哋啊，請選一個我中意嘅教宗出嚟啊，好似我咁啊最好啦。仲有咧，其實佢係想講一樣嘢，美國咧係歷來同歐洲歷來宗教同政治分開，但係自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，你知道啦，佢自己講我係被神選嘅人，宗教同政治要混埋一齊，佢係要俾呢啲人睇嘅 ，OK， 係真係超出大家所料，即係爆冷門，出咗第一個美國教皇。咁我上一次咪講啦，教皇嘅佢哋選舉嘅時候咧，咁邊個做代教皇咧？原來又係美國嘅主教代教皇，所以即係話其實佢哋之前咧可能已經講好數，所以點解第二日就選出嚟啦？4雲之後選出嚟啦。所以佢話新教宗咧 Leon 14世咧係呢個新教皇咧屬於中庸保守派，佢喺同性婚姻上面咧係比較溫和嘅支持啦。呢個左派支持又好，右派都冇強烈反對嘅。佢對教會傳統嘅教義係大力支持嘅，對同性婚姻唔中意嘅，同埋佢話同性家庭嘅人收養細路哥咧，呢種嘅家庭咧，佢表示擔憂啊。所以咧呢個佢話係與福音相違背嘅，對性倫理問題咧比較傳統嘅佢嘅思維，提升女性神蹟化嘅呢回事咧，佢嘅立場咧，佢係唔贊成嘅，所以咧同保守派係一致嘅，因為佢話呢個唔可以解決問題，只會產生更多新嘅問題。所以仲有一點咧，我哋唔能夠否認嘅募捐咧，當然係美國川普嘅優勢啦，或者美國睇主流鬧出 Donald Trump 係精神病啊，以為自己可以做教咯，唔係，我覺得佢唔係。當然佢係後來賴話係老婆中意啦，覺得好 cool 啊，咁所以咪 post 咯，唔係。嗰個係政府 post 嘅，有內涵嘅。大嘅傳媒咧，一般都係俾我哋知道啊 USA funding 噶嘛，同埋 Deep State 喺手上控制噶嘛。所以換咗個總統啊，唔等於呢啲傳媒有改變。我覺得佢哋有目的嘅。所以今次咪好快咯，投票嗰啲紅衣主教個個都好爽手啊，個個都咪一致咯，咪選咗個美國嘅良14世。OK， 咁我哋睇翻呢個新嘅教皇啦。因為佢啱啱做啊，我哋真係唔知佢點樣，我只能夠講咧，佢係中間派，同埋咧今次你有冇留意到咧？2日前Donald Trump話佢不如教皇啊，教皇做個中間人啦，俾佢哋和平談判嗱，咁你就知道咧呢個新嘅教皇佢有一啲新嘅使命，咁我哋即管睇落去，倚靠神，好好禱告。